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的福气类的节目。你上礼拜啊，绕墙头，你讲小马老师吼，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用天然来讲印度，当受分享。今日东方伊10个礼拜咧绕墙头线上来到节目地图，大家来分享几系理解慰问线上分享。大家好，我是王慰文，东方喜来到两边老大家讲印度。耶，小马老师，你不你，你是盛装打扮，太漂亮了，这个头饰，是特别也是在印度买的。对呀，其实印度的饰品很多，这个叫迪卡。是挂在这个头上的，还有另外一种是贴在额头的，对，叫冰底。然后有一些人，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已婚妇女才要在这里点一个红红的那个，其实也不一定是已婚，就是他们去庙里祈福完之后，男生女生都会有。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会讲哈，给什么人对美这件事情的诠释，其实有没有给讽刺，对不对？像上礼拜我们讲到穿短裤有没有做短裤呀？这事情就我们最漂亮的，对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对，然后戴得好华丽。那我要再问一个上礼拜问过的问题，就会讲因为。上礼拜大家有讲到，迄讲你都印度有料嘅时间，迄讲你做迄暗用嘅衫服，记得会轻粉衣，会觉得很漂亮。那戴这样也可以吗？可以啊，也可以。东粉衣，你不会知道你戴暗用，你不会吗？他会一直称赞你。我觉得我还知道暗用邀请小马老师来到节目低度，真的要打破大家嘅想法。迄讲行一般有几飞都印度嘅世界，什么人就我觉得就入境随俗，对不对？哈，就入境随俗，做记得给赏福，暗用给感高，对不对？而且我们再强调一次，因为其实老师会这样，其实或者是整个跟印度嘅缘分，好像是因为你好像很久以前你有一些是什么样的聚会，是不是？大家封他们的这种传统服饰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对，因为我喜欢印度，是因为印度人喜欢胖胖的女生，然后漂亮的衣服都有大号的。这是真的吗？真的，他们喜欢女生肉肉的、胖胖的。然后他们的衣服有大号的，我才穿得下，不然台湾很多漂亮衣服都很小啊。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很讨厌。然后我以前认真写部落格嘛，然后大家就会来留言啊，以前没有 FB 那一些嘛，大家就会来留言，然后我就会在部落格说，我们哪一天大家一起穿印度的什么衣服去吃饭，然后去哪里玩。对，然后一群本来都是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大家真的会在约好的时间地点出现，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距离也是很近的，本来都只是网络上嘛，对，然后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共同样啊，会特别分享一件事情，就会其实我真的蛮羡慕，一般来讲就会讲你有传统的衫服啊，你有保留下来的。我们简单来讲，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集节目讲到英国嘛，因为他们跟英国的关系很接近，讲到英国，你看一下哦，英国其实佢哋平常是做得轻休闲，不过他重要的场合，像英国皇室或是一般人重要场合戴帽子穿得很整齐。对，你看你讲到日本，日本平常也係做到安樣嘢，不過佢哋係個有重要嘅場合嘅時節，還是要穿他們的傳統服飾，對嗎？韓國也同樣，對不對？印度當然更是，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妙的一種傳統的保留。像看啊，黑公，我們有將我們以前的東西保留，那可能我們去參加重要場合，我們就會有我們傳統的一種對。可以穿着的一種，而且是一種重視感，對不對？對。不過真的很謝謝小馬老師，你看真的輕用型哦。不過緊張嘅時間又來了，為什麼？因為我們要來好奇一下，肉骨黏衣哈，這個看起來好奇特哦。我看到這一句肉骨黏衣的時節公司採訪啊，這個有嚇一跳。對，我想說，怎麼這麼時尚？因為地點很遠哦。對，好，我來念一下哈，來 T G 係回綠腔哦，走到李松白蠟角，走到李松白蠟角，講得很好。天一機清神氣，天一機又係西煙強哦，天一機走到李松嘎喇叭，走到李松嘎喇叭。
哦，俺真要亲手，黑公俺娘给没亲红，还可能会帮你打屁股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吕宋菲律宾，对不对？加拉巴雅加达，为什么？因为其实公司才发，以前农业沙菲给你给粮食，其实出国的机会唔系按多。黑公你真正而出国嘅时间，也唔系去到亲眼，可能太给粮食太敢会知道哇，去到像是菲律宾啊、黑印尼、安永嘅地方，就知道好远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哦，以前我们会觉得用海流讲系安讲，你去哪啊？去到安然，只有都该善当表达沟去，就是所以表达沟壁就怎么样？这个壁立角有没有？表达沟很角落，对。那所以其实这里的意思是你只要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了，对不对？就像欣赏你去到那个印度有没有？你不只是去大家观光客会去的地方，你也去到南啊、北啊，对。所以你看这是客语，老师有学印度语吗？印度语就几句话而已。对，然后是不是也有学像是因为我们讲到语言，我们先讲语言好。其实因为印度有很多不同的语。对啊，对。他可能会想，伊巴都去到印度，伊讲英文係一種冇相關。唔講伊可能會想，可能係講印度文。唔過他可能唔啲，其實印度按台在那裡面的語言超出你的想象。對，有可能他都係印度語，唔過北印度、然後南印度跟你其實沒有辦法溝通。沒有辦法。我很難想象老師你是北印度，我是南印度，我們兩個現在見面，我們兩個說英文。對，我們說英文。如果我們不會說英文，我們就只能笑。印度人多少会一点英文，对，要不然真的很难沟通。老师有学过一点点北印度语吗？对，就是几句北印度语。哈哈，要学吗？你要教我吗？可以简单的吗？你可以称赞他们好，就是阿恰。阿恰就是好，阿恰，然后非常好就是巴呼阿恰，巴呼阿恰，所以非常是巴呼是不是？巴呼阿恰，我知道我係喺留嘅客家話練好就好誒。唔講基本嘅真嘅新朋友，可是再一次的邀請老師嚟到亞片，我們還是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本書吼，用天樣來講印度。講到印度嘅天樣，大家就會提講，其實佢哋嘅電影工業非常的發達，對不對？講到印度電影就是寶萊塢嘛，對不對？哇，蔥狗啊，跳舞啊，可是我從老師這邊得到的訊息，我很驚訝，其實不只是寶萊塢對不對？他們還有托萊塢、康萊塢，老師幫我們分享一下。寶萊塢就是孟買出產的，孟買是印度的第一大商業城市，算是印度的西邊。那個康萊塢的話，就是南印度的淡米爾，講淡米爾語的。你看，又會一種係冇談過嘅語言，講淡米爾語的。然後它的拍攝的總部在清奈，清奈。然後還有一個是托萊塢，托萊塢是講泰盧固語，它的總部在海德拉巴，也算是南印度。南印度的中部偏南这样子，对，所以听说老师有去，我们说过嘛，哈，经常有采访过他们的大明星的，对，大明星，托莱塢的大明星，怎么有这样的机会？然后那一次的体验如何？体验，因为刚好台湾的片商买了那部片，其实那部电影叫《巴霍巴利王》，他在2015年的时候有参加我们的金马影展，是，然后因为反应蛮好的，所以片商把它买进来，要院线上映。是，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很喜欢巴霍巴，我在影展看了这部片，我很喜欢。对，就这个嘛，对不对？对，我去印度自助旅行的时候，我就把海德拉巴规划进我的旅程里。因为海德拉巴有一个片场，我就是要去那里参观。然后刚好片商知道我要去，他们就帮我联络剧组。然后后来我们去到第2天，剧组就来接我们，然后去看男主角拍电影，然后顺便跟制作人、电影的制片人。你说男主角，你是说男主角是哪一个男？就是这个当照片的男主角。你是说这一个男主角吗？对，所以你有看到他本人这样子？本人啊，然后拍电影，然后他好辛苦哦，因为南印度其实冬天也不会太冷，他大概30几度。30度的大太阳，一个动作拍了几10次，他一直重复拍同一个动作，然后后来我又在看，因为那个电影有2集，我去看他拍的时候是拍第2集，
所以后来第2集又上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镜头我就很兴奋。好险没有被剪掉，就是他拍了这么久，对，好险，因为黑某喜然一看，怎么没有看到我拍那个20-30次的那个镜头？对，真的。那访问的过程呢，有没有什么访问过程？就是对，因为我们一般就会你看嘛，一般来讲，泰卡就说哦，你去 Hollywood 有吗？好莱坞去访问大明星，很想知道。印度大明星给一种给港狗哦，他们因为那个电影很卖座，然后续集很多细节要非常保密，就是包括男主角的造型，从戴就额头上画的图案啊，然后发型啊什么的都很保密，不可以外泄。对，所以我们在那边等他拍的时候，我们先跟制片人聊天访问，然后男主角。拍完之后，他的休息时间，他用休息时间来接受我们访问，真的哈。然后呢，我们问得很高兴，还叫男朋友讲，不是男朋友，好希望他是男朋友。男主角说中文哦，然后录了一大堆之后，他们发现，不行，他的那个发型还有头上画的图案会曝光，又擦掉，然后重新画了一个造型，又再录了一遍。是唐一类动神奇哦，还有马改走在讲聊哈，你等下长成在讲哦。上团节目让大家来讲到，其实线上很多访问大明星，对。后来每海后来你访问几用中文那个画面，后来一直你有保留起来？有啊，我有放在 YouTube 啊。所以如果我等一下去点 YouTube 啊，都得看到，都得看到几样。他说：“大家好，我爱台湾。”希望真嘅希望佢有機會都得來到鴉片，你就都得再一次的招待他，對不對？他還招待我們去吃，海德拉巴最有名的羊肉抓飯，所以他也是用這樣。他人沒有跟我們去，他叫劇組帶我們去吃飯。那你那時候跟劇組去吃飯的時候，跟劇組吃飯跟時間沒有，他們因為他們會看場合，印度人其實是在很放鬆、很親近的環境下，他這樣子吃。但是像我們是客人，他們就會也是不會用手抓飯。是不是？泰嘎對印度嘅了解，其實有很多時候是停留在以前的一種狀態，對不對？好，基本上貼片到泰嘎來分享，就會用天樣來講印度這件事情。其實可能我們提幾部在台灣近幾年大家比較熟悉的電影，或者是比較跟女性有關的。我們先講泰嘎可能啲，比如講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對不對？而且它是真人真事的改編，看了真的好感動哦。對吼，你喺泰嘎可能好說咯，老西門人有關係，第一部就係泰嘎講到像啾啾蔡英文，講一下係西門人嘅故事。老師要不要幫我們先分享一下這兩個？因為因為講啲嘛，因為要講的講義，泰嘎會發現，我覺得他們這幾年有慢慢的透過天樣，同泰嘎的分享，也係講去抗爭也好，爭取也好，對於女性地位，在印度的關係。其實印度女性地位要看她的家庭環境，因為印度很多神也是女神，他們其實也拜女神嘛，所以其實他們是一個父系社會。如果那個家族的男性長輩是尊重女性的，其實女生在他們家也不會很可憐。那其實也不一定印度啊，就全世界，你看他們的家庭背景嘛，怎麼看待女性，他們就會怎麼對待自己家裡的小孩。也是，你看你反映，其實這麼幾千年的傳統以來，有時候你看以前是很重男輕女，對啊，強用給偷離，對不對？因為你在我和我的冠軍女兒裡面，你可以看到，其實爸爸係非常非常疼女兒的，他希望女兒可以做某些事情，可是在裡面也談到了他們的婚姻關係，對，婚姻制度，對不對？比如說你那時候會有很多的女生會覺得說，
比如他们特别凸显一件事情，就会讲，我嘅爸爸妈妈希望我叫生嘅時間，我會家人，我家嘅人我可能冇辦法現車，你想可能人爸爸本嘢唔係家人，佢本嘢現車可能係無強嘅路，係無強嘅夢想。對，大家會覺得，這好像是一件對台灣來講係挺簡單嘅事情，不過對佢哋來講係挺困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女性位置的討論。對，就是他的爸爸。願意栽培他，讓他走不一樣的路，除了結婚以外的路，而不是說你生完你就結婚就好哎，你嘅事情就會 save on， 然後生小孩就會按養你，對不對？他覺得那是不一樣的路。對，還有舅舅蔡英文也是，舅舅蔡英文他也是，就是他的環境其實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他的先生其實蠻有錢的嘛。對。但是他就是先生一開始只認為說你就是在家裡做好吃的甜點的這種角色。然後後來因為在印度雖然是以前被英國殖民，但是如果你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的話，其實也不一定會說流利的英語。所以他也是透過講英文這件事情來反映出印度人其實對於能夠流利說英語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對，而且那個時候其實他去上英文課，對，然後在他的生活帶來了一些改變，然後一些女性自信的建立，對不對？不過說到這個，泰嘎就會提，因為一般給你黑講去印度離行的時間就會知道，好像女生比較危險。我們會有這種感覺。有時候我們在這邊沒有去過印度的朋友，泰嘎可能會吃到你看到青島的新聞也好，波頭也好，講的就會講，女生要注意安全。不過老師你自己去你的感覺？我覺得不安全的行為去到每個國家都是不安全，也不是印度。然後相反的，其實女生在印度會得到比較多關注，因為我自助旅行的時候，我一次是跟女生一起自助旅行嘛，然後另外一次呢，自助旅行的夥伴有男生。然後我就發現我2次的關注率就降低了很多。哪一種關注？就是你旁邊有男生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多印度人會，也是很關心你啦。可是你受到的那種尊榮的待遇就變少了。哦，泰嘎有談過尊榮的待遇。如果都是女生，我覺得大家會誤會。好，不過泰嘎不要誤會哦，那個關注不是說，不是，我要對你做壞事，按我給關注，係哦，意思就會講，其實佢哋會親親。我們說很 friendly、很良、很親切的一個民族，對，所以他的關注是他會，我不知道哦，因為我去的時候，我也覺得我有一點點被關注。我只要拿出那個想要拍照的時候，有一半真有意思哦。我拍完照，對不對？結果你知道那個媽媽，她就是穿得很美，可以借我看嗎？我覺得好有意思哦。我就說哦，好啊，我就真的拿得給你知道嗎？就。真的是一張這樣按給他看，看得好開心哦。後來我就說，那我可以幫你們拍一張合照嗎？他說可以啊。我心裡想，我幫你們拍啊，我也不知道怎麼給你們照片，可他們好開心，他們只是想拍而已。對，可是那個照片是被我帶回來，沒關係，他就是享受那個被拍，他們就很開心。被拍是不是？對，所以老師你自己一個女生，你跟你的朋友去旅行的時候，你就會受到整條街。貴挑蓋該關心是不是？因為像我們有一次是3個女生一起去，然後有一個走得比較慢，然後她就在逛路邊攤，然後我們2個在往前走，所以她一轉身發現我們2個不見的時候，那整條街的印度人都說你的朋友在那間店裡面。這也太……你有一點要貼到哦，這個就是整條街都在關心你們哦。對，然後像你在車站等車。你也不確定你上的車對不對，你站的地方對不對？對。然後他們就會等到車子真的來的時候，全部車站的人都會跑來跟你講說你的車子來了。他們到底是如何知道？因為他們會有一個人問你要去哪，然後旁邊人其實都豎起耳朵在聽。他們是到底有多？他有聽到關鍵字，他知道你要去那裡，所以等到開往那個目的地的車來，他們就會跑來跟你說你的巴士來了。是，對，真勁哦！因為今天訪問小馬老師，其實之前也有訪問很多印度有做一些文學寫作的朋友，我覺得他們帶回來的訊息跟經驗都非常的正面，而且按鈕跟正面底度有一個提縫就會，他們都形容，但文化風俗不同，差異很大，那是肯定的。唔夠。的分享就會，他們跟人之間的關係，很不一樣哎。他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比較近，我們比較疏離。他們是
安全距离很少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更疏离，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脸书，像我们现在都用那个电子这种东西，网际网络交朋友。像我们走在路上也很不喜欢别人碰到，或者是说你站在的地方被碰到什么，然后距离可能都有10公分以上。椅松啊，对，像背后背包也不能碰到别人，反正像这些事情在印度你都没有这么多要担心的，但是友善的，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如果离你很近，那种感觉有时候是不友善。不过记得会友善，因为他们人多嘛，他们真的人很多，他们已经很习惯，他们很挤，对，他们已经很习惯。所以同台校嘅朋友就會講，青島竟然會講，其實細妹兒去到幾片，唔過當然就用時常講誒，到底有安全啊冇安全，其實係你自家，你要注意啦，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按講就會講，你做得不注意安全。我有一個女性朋友，去到印度離韓世界去跟我分享，就是她在那邊說，我跟你講啊，基本去到嗰邊好好哦，我還去坐火車，還有人讓位耶。我們想說讓位。啊，你很挤呀、啊。他說對，是蠻擠的，不過他讓位給我，他說怎麼人那麼好？當然他是很安全，他經驗只是跟他想象中有一點點不一樣。我去坐火車的時候，我們坐夜臥火車，然後我們是上下鋪這樣2對面的，然後其中我們是3個人，另外一個床鋪是一個媽媽，她把她的嬰兒哄睡之後，她來幫我們鋪床因為其實夜臥火車上面有準備好一包那個枕頭巾，然後床單，他怕我們不懂，那個是可以拆開來用的。對，他幫我們鋪床鋪好了，然後就說來睡覺吧，來睡覺吧。不是，他就說這樣就可以睡。我覺得好感人哦，對啊，就代表他們其實對於陌生人，他們是很想照顧你的，對不對？對啊，感覺像我們下次如果再有機會邀請小馬老師來，應該要問的是遊記，對不對？那基本應該從點有天樣了，你看。可是你看我們剛剛說的2部電影，《救救蔡英文》，然後還有台港共，我和我的冠軍員共都係 Samoa 影，所以我們連接講到，其實 Samoa 影在那邊旅遊也是受到關注。其實印度可以討論的事情，真的因為階級制度的關係，你看教育也是他們一件，他們其實很有落差，貧富差距也很大。對，所以其實恭喜蔡英文，你走在老大家在講的故事，可能會超出應該想象。比如你看到陸紅的世界，可能一條牛懂你前面進狗，你會覺得怎麼又一條牛？可能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對，所以是不一樣的哈。所以你個下團節目強人會繞牆到，你個小文老師帶來冇強嘅副影響，到底而家邊厲害，還有乜個事情要注意哦？东方走在绕线上哈，看到在讲印度聊在国家改事情哈，其实真的要聊起来，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分享，真的是讲不完，对不对？我们刚刚先讲到看电影这件事情，然后2几年其实台湾慢慢，然后你其实开始喜欢看印度电影，对，虽然说记得我们台港讲记得有宝莱坞工业以及富裕松改法泰，可是台湾人是不是真的非常爱，或是它变成一个大众电影，也是这几年比较热络的事情。对，老师听说当时你为了要在推广也好，在台湾让大家看到印度电影，做了很多的努力。以前没有那么多印度电影来台湾，然后你要看印度电影变成你要想尽办法，而且没有中文字幕，所以其实在家里以前还没有那个 Google 翻译，还要买那个快译通翻译机什么的，然后看印度电影的时候是英文字幕，然后它不断的出现同一个单字，你又不懂，你还要按暂停，然后查快译通。对啊，然后你想要看不同的电影，就要想办法，比如说刚好有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就在那边看，因为那边很多印度人，对，有上映印度电影。然后香港的重庆大厦也很多南亚那边的人，所以那边就有卖印度电影。去到那里是。本来就要去那些地方，特别，然后一定会花很多时间在那里的卖印度电影地方，或是印度街、印度区。是，你还提一点嘛？我跟大家就会问啊，因为大家讲天样、印度天样，第一腿吧，因为我在看得到。其实除了院线片，
院线片现在几乎每年都有2、3部。然后其实台港黑工第一他倾倒给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合法的网络平台也是有，还有影展，我觉得这边要特别跟大家分享是一定要稍微关注一下，每一年像不论黑金马影展，对，或是金马奇幻影展，还有各县市的电影节。哦，对，桃园电影节啊，高雄电影节，还有新北市电影节、台北电影节都有。对，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请鼓励台港一款某用国家给天涯，因为你会知道，世界变得好大，我有安慰感觉。因为一般来讲，除台看除了支持台湾的国片之外，其实台港会上都会就会好莱坞的电影，但是因为好莱坞电影已经是大众的主流，然后它也很娱乐，对。可是俺黑请鼓励台港，这是各国电影都可以去看，会看到你超出你想象的事情。对，俺也会吃到讲，因为印度给电影工业很发达，我是觉得每一次看就会某给我给惊喜。对哈，所以真的基本遥想欣赏雷多亚片也是同台港的分享，除了支持国片之外，其实可以多看一些印度电影，而且俺吃到很有趣，你就是想要看他唱什么歌、跳什么舞、玩什么把戏，会有这样的感觉。还有他们穿什么衣服。对啊，对，我觉得你看欣赏节目做到按用影，对不对？哎呀，蒙提讲他都改路风，还有做按用没用哎，因为你知道光老师这边在这个标题这边他就写说，如果他说你说在印度随便一个人穿的都比你美，这边有特别写到就是随便一个女生穿的都比你美，因为他们五官漂亮嘛，睫毛都很长，对，然后他们衣服颜色很多像我们这边都很喜欢讲什么简约、文青、低调、黑白灰什么的，他们不是，他们刚好都相反。我觉得老师刚刚讲说，我有点排谁，对啦，他们五官美，睫毛长，所以他们穿得很，他打发讲法拉比宝啦，法拉比宝中意了就会听讲给讲对，所以这边老师这边好可爱，因为老师在书上面有一个章节就说他们走在路上那个随便穿都比你漂亮啊，就按用影。对，所以这边还有写到，就在印度男性好朋友会手牵手，对他们就是刚才有说，对，安全距离很少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表现好朋友，他们就是手都要牵紧紧的，会一起过马路，一起逛街、走路这样子，男生跟男生。真的只是好朋友，对，因为在叠腿嘛比较不会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都要跟同学手牵手去上厕所，而且欣赏要共，因为上厕所的时间会手牵手，所以他们是男生也会，他们已经到长大了30、40岁也是会手牵手，而且有可能2个很帅的亲眼到给帅哥而且很 man 对不对？然后手牵手可以。按勇给，你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很细微的分享，而且很有天样一共。对，像这个男生手牵手的这部电影，本人就没有看过。帕德里娜的新娘，某看过还是不要自曝其短好了。不过我们再回到我们讲到这边，其实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说去那里玩，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有共斗共，谁们也会注意安全，各位也会注意，就是说，其实黑共也会注意安全，你不安全到什么地方都不安全。跟我鸦片爱吃豆有一个一定要帮乡亲朋友们，我们就会坐车。我觉得坐车有时候经验会没有那么美好。对，所以好司机很重要。对，好的司机，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漫天喊价，他们比较喜欢，就是说印度的危险不是那种人身安全危险，他们可能是那种骗你一点钱，然后浪费你时间的那种，让你不是那么旅行愉快，这种不安全。黑某就会讲，比如讲你筹给查的时间，他会绕路。他会一开始跟你说去到那里可能100块，但是他就会绕路，然后最后跟你说因为塞车啊什么，所以那边可能在游行，那边没开什么的，就会绕路或把你再去别的地方，最后跟你说300块、500块。对，那可是现在其实这个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都有网路嘛，我们就开那个 Google 地图。看着他有没有绕路就好了。你坐车的时候，手机拿出来，先把那个 Google Map 给地图点开了，从某按你视察给时间，你就按用给你看。然后而且你看的时候不能默默看你要大胆的看，而且因为你要暗示他我在看地图，你不要绕路，对不对？是你要告诉他。他也有 Uber 啊，他也有印度的轿车系统啊，你用那个轿车。
其实他就不会骗你啦。哈哈，不过他就会提醒大家啦。还有，我觉得黑公你翻天机在价钱上面有一点点，比如说讲的不一样，或是他不小心因为绕路，亚英勇有一个方法，据理力争。对，老师你竟然知道我的诀窍，没有啦，就是你一定要据理力争。你下车的时候不要害羞，然后排 C， 你就会跟他吵架，小吵架，吵完之后就说100。拜拜，你就这位就会。而且印度人他是一个很喜欢试试看的民族，因为他如果可以多赚你100块，他为什么不赚？可是他如果发现你讲得很有道理，而且一开始你已经跟他讲好价钱，他就会说算了。那他也不会因为你刚才很凶就对你发脾气。印度人蛮有趣的，他试试看没成功就算了。而且他搞不好你如果说你今天也坐到车，明天也刚好也坐他车，你今天跟他凶，他第2天还是对你很友善，还爱勇给他下1秒就对你很好了，也不会到明天。不是才刚吵完架吗？不会，印度人他大概1秒钟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会是200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据理力争的，然后他就说 OK 100，然后下次还是就当做没有刚才那件事发生，都想要跟你手牵手了。印度人很有趣。对，我觉得这也是看到一个，我觉得有他们的背景啦，因为他们的贫富差距很大，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阶级制度，因为按勇给管黑姑手，有时候比如讲。抽查给家私也很用，不过还可以建议真金黑，你都得包车，对，然后先讲好，然后你会去之前也很用，亲头给事情都得先共后沟通好，这样可以避免那个据理力争的次数，对。最后其实你说希多印度，你看到很多古文明的这种建筑、坐车，最后我们讲吃，我觉得有亲头给朋友可以讲希多日本可以离行给谁，大家都会知道好好玩。可是因为他们不吃素，他们不是一个会就是吃素的国家。讲希多印度，黑讲你可以吃素的人很方便很方便啊，因为到处都是吃素的。哦，到处印度吃素的人口可能超过1半哦。哇，1半至少有，对，因为台湾现在也慢慢的有很轻度跟印度跟餐厅，很有趣哦，你会发现一些印度蔬食料理，对，所以去到那边也是很多素的。老师，你会排斥吗？就是我不会排斥啊，但是因为如果不吃素的人去印度，你很常一直吃素，你就会觉得不够有力气吧，很想吃肉。对啊，对，因为他们的素是非常的丰富的，不是你想的很简单，他们还是有很多素的咖喱啊，然后卤肉，对不对？他们那种卤肉一串一串的，然后很多的一些像是豆子或是什么的，超出你的想象，优格，对不对？对，讲得很像现在，我们等一下应该看泰嘎宽泰波基来嘞，我们2个应该也可以一起去吃一个印度素食料理。不过清朝是老师里面有介绍很多新香料啦，对，因为他们有一些香料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对啊，所以他们有说像印度人常吃姜黄啊，对，然后什么茴香啊、豆蔻啊这些，然后有一些那种慢性疾病，什么的发生几率就比较低之类的。对，总而言之，也是给亲神秘给国家，哈，黑公你一都给片有亲都给发现，会吃到亲有意思。再一次谢谢欣赏来到鸦片同大家的分享，太棒了！哦，哎，乡亲朋友，听听哈来走人堂了。